坛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赏识，每逢追不起相逢，书迷朋友大家好。由已故弹词名家徐立先创造的立调，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形成以来，至今已经是广为流传。那立调的可塑性很强，既能演绎悲壮的情绪，也能够表达明快的一种情绪。所以呢，他的作品很多都留着一种时代的烙印。对。今朝呢，二改个一期名家名片，主要是为大家介绍徐立先，他自己让你代理把这个5岁珍贵的资料。那么我有一句闲话就讲，今朝你要拿徐立先所有的家底啊，全部奉献给了大家。后面呢，你先请大家先看一段徐立先让得癌症时期，哪得屏幕做对称，就是平台艺术研究的特子传承的珍贵镜头。这是谁在唱？这么富有立调风韵啊！是他，正是他。徐立先深到心爱的琵琶，在练唱谱曲呢。大家都知道，徐立先同志患舌底癌已经有4年多了，几次病危住院，又奇迹般的回到家里。杜鹃花红待谢开，他以热爱评弹艺术的坚贞信念，顽强斗痼疾，拨弦唱新曲。带病为立调的创造和发展苦心探索，放声演唱。他满怀激情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创作一天，演唱一天，更要为立调创腔的继承发展培养后起之秀。”来上房剧们那上准备的，房剧们还是新人开辟，一定要认真对啊。尤其有这房剧们意义很深啊，你这位同胞心里心，你准备的呢？上次你跟我讲次嘛，我有个然后还吃不准，吃不准，吃不准，吃不准。自信没说啊，说来说去没说，是吧？那么我唱不来听听啊。好。马上就要接上去，但是你等到唱完再弄我们接上去呢，马上就松脱了。李同志，怎么样弄？当然是谢谢了。你给人家身体好了？等里向嘛，领导让嘛喊我来忙忙呢。演唱会嘛就要开始了，那么呢，到底唱来是不来是？来是。这个医生呢，有意见了。医生证明的。哦，医生证明要开起来了。证明。好，医生规则呢，不能超过15分钟。老的。还是医生在同意来唱的。确实有2位的医生，我再写一句嘛。你好，这批准你15分钟，我3分钟不带。
徐立先生前对评弹事业特别是对评弹的音乐贡献，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他的执着和奉献精神值得大家学习。那立调不仅曲调婉转清丽，而且呢更有着重于内容和思想情感的表达和抒发，所以对于一般的叙述的弹词唱调，更多的赋予了戏曲中咏叹调的一种色彩。对，实际上这个一类的历代作品相当的多，其中呢属于大家熟悉的黛玉文革、智取丫头，特别是神探当中的梨花落的唱腔，那个是历代成熟阶段也是再杰出的代表作品。记得还是上世纪50年代啊，这个属于经典的作品，不上演出，震撼了整个文艺界，并且获得了大这样专利。那个让当时的年代来讲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没错，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徐立先弹唱的这首经典曲目《梨花落》。似与郎君分别，不生啊，梨花落，烟花黑，大花
大家一样都被那深情动人的丽调唱腔深深的感染啊。那么徐立先为什么有如此令人欣赏的艺术效果呢？有人说啊，这是和他的天赋有关。那我想也不尽然哈。其实他在这个艺术创造中，经常是虚心的学习其他演员的长处，可以说是取他人的精华来吸收，成为自己的一种养料，来补充和提升自己。那他还常和蒋月泉啊，以及周云瑞啊、朱雪琴等一批老一代的艺术家共同来探讨交流评弹艺术。那我想呢，这也是他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之一吧。那么徐立先呢，你十分注重唱法浪向的技巧，还很注意力度的轻重变化，使平地的唱腔加强了立体感，从而呢使得整个曲子与起伏与层次顿挫分明，刚柔相济。徐立先呢，运用各种演唱技巧，为紧紧的把内容啊、人物啊相吻合。同样是唱一个古代女子的人物，比如讲你唱个杜十娘，既唱出了杜十娘的饱经风霜，我也唱出了一个声调的劳力。而你让台乐大河当中这个一首开篇里呢，让演唱拉响一拿林台乐的愉悦传感的平台，通过声音表现出来。可见徐立先的唱功的功底是非比一般。说的没错。好，下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徐立先弹唱的弹词开篇《黛玉葬花》。叶披花飞，一出尘。心头一
水上，怕你咱们治水。水心中山有天涯人，故乡饮水温，我为谁人生？姑娘天水站，石路真徐立先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哈。那比方说他弹唱的《我见到了毛主席》，还有这个60年代第一春，以及青年朋友休烦恼等等哈。那这一系列作品呢，无论从唱腔啊、旋律、节奏、内容哈，无不渗透出一种时代的气息来。是的，徐立先首唱的一系列现代作品呢，开辟了具有经典明朗、节奏花巧、无疑深沉的特点。能表现出时代的风貌。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徐立先弹唱的台词开篇《青年朋友休烦恼》。
啊，我们后来知道哈，徐立先的身体不好了，后来呢发现了患癌症，但是他并没有向病魔屈服，在与顽疾做斗争的同时呢，徐立先还创作了并演唱了一系列的作品，像这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啊，还有毛泽东、叶剑英诗词等等，可见他的意志是非常的坚强，对评弹事业是一往情深。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徐立先辣评中弹唱的台词开篇。不识是为。当时风
好，欣赏了徐立先的几首代表作品啊，我觉得总的来说，他创造的丽调真的是声情并茂、含蓄深沉，令人回味无穷。对个，徐立先唱这个丽调呢，可以讲让整个台式流派唱腔当中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宝贵财富。这边呢，我也请大家来欣赏一下，还是徐立先让并众弹唱的台式开篇《送回延安》。说的是
这是那个梅花，一步。大白君啊，说的是大家要记呀是人。虽然现在徐立先已经离开了书坛，也离开了我们广大的评弹观众，但是他创造的历调将永远回荡人间。徐立先呢是艺术专人，所以还是艺术最个讲的。李守仁呢是艺术最封建人，所以在现在的后山公园为徐立先的墓碑。我们也邀请大家收看当年徐立先手上6人的珍贵镜头。这悦耳而又熟悉的唱腔，凡评弹观众一听就知，这就是历调创始人徐立先演唱的《新木兰辞》。徐立先的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于自己的事业，特别是致力于弹词唱腔的研究，对弹词音乐做了较大的丰富和发展。不仅在评弹界，而且在音乐界也有其一定的影响。可是病魔夺去了徐立先年轻的生命，而今他离我们已有13个年头了。为了纪念他，2年前上海音乐学院的贺路丁老院长建议为徐立先塑像。徐立先的家乡苏州枫桥镇的父老乡亲为有这样一位儿女而感到无比的光荣和骄傲。乡亲们用自己的双手雕塑了一座2.6米高的汉白玉雕塑像，永远来纪念他。这对弹词演员来说尚属首次。5月31日，在枫桥镇河山公园举行了徐立先汉白玉雕像落成揭幕典礼。枫桥镇人民政府和上海、江苏文化艺术界的有关领导、著名人士，以及徐立先的儿女、亲属、生前友好等数百人出席了庄重而简朴的揭幕典礼。徐立先雕像周围绿树成荫，前来参加的人们有的聆听正在播放的《新木兰辞》，有的追思，有的敬上一束鲜花，以示心意。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吴宗羲参加了揭幕典礼。立先是当代优秀的弹词艺术家，他所创造的历调受到了海内外的听众的热烈的喜爱，也受到了文艺界、音乐界、戏曲界很多艺术家的推崇。现在在弹词流派唱腔当中，历调可以说是女生唱腔唱的最普遍、最多的，所以也应该讲，凡是有评弹演出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听到历调。徐立先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他的学艺生活是十分艰辛的。建国后，徐立先参加了国家艺术团体上海人民评弹团，从此他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徐立先在他的同辈人中是一位出类拔萃、难能可贵的人才。
好，观众朋友们，这一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了。下周同样时间，第10期的名家名篇赏析，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弹词名家朱雪琴专辑。好，观众朋友们，再见。观众朋友，再会。